今日是2025年的第一个主日，感谢主赐予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有安尼新的一年，要祝各位兄弟姊妹新年新人新年新展望，要祝各位大家兄弟姊妹，咱大大的蒙恩蒙福愿主引带带领着大家，咱这新的一年有美好的开始，嘛有美好的结束。今年开始牧师咧教会搁增加爱牧养2个单位，一个叫做妈妈读书会，一个叫做温光座道会虽然单头有搁增加一点但是我嘛欢喜快乐会当有主会安尼稳定会当来继续服侍主服侍兄弟姊妹在这个教会团体当中。这个其中温光这个座道会的兄弟姊妹，因为讲牧师今年开始要陪伴因因希望讲牧师一开始因牧师一个题目啦，伊讲就是今日这段经文啦。这段经文，咱拄仔所读过的这个以弗所书第4章的这个17节到24节，伊嘛帮牧师题目拢定好就是今日这个题目伊讲希望通过这段经文甲因分享，在这新的一年2025年安怎咱会当同齐脱去这个旧的人会当穿上这个新的人愿望牧师甲因分享，所以我今日嘛因为备办这篇来咧台语堂，甲大家兄弟姊妹咱共同来思想这段经文有3方面要甲大家来分享，大家互相咱三角内面咧新的一年愿主伊赐下伊的恩典来继续带领咱嘛来使用咱。那第一方面就是伫这新的一年伫这新的一年，咱拄仔这段经文读过读过2遍第一方面咱来看第17节这个所在，伊讲所以我奉主的名考劝恁毋通继续亲像外邦人安尼生活这段经文是17节开始，其实第4章是有第1节的啦第1节甲16节当中其实伫这段经文头前有讲到保罗劝以弗所教会兄弟姊妹有2点所以这17节这所在伊才讲所以安怎？所以咱毋通阁继续亲像外邦人安尼生活到底啥物？所以有今日下骹这段经文呢咱来明白，在这新的一年，咱共同通过以弗所书这嘛是每日活水这本灵修的册咱教会嘛有提供共同的经文，就是伫这个以弗所书这个所在，咱上帝的旨意到底是啥物？才有咱今日所看17节这个所以呢就是讲上帝爱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会当在伊的内面呢合作，大家共同呢来成长。咱有爱食虾无？有爱食龙虾无？圣诞节过后有一暗有一个家庭请真侪牧师去仁爱路福华饭店食一个下暗，讲阮有啥物款的服侍辛苦一道菜安尼一直剩其中有一道菜就是龙虾切一半啦，食一半尔，无食规只啦。兄弟姊妹，不管是细只虾还是大只虾伊是安怎大只的？恁兜敢有水族箱？有饲虾无？阮兜有水族箱，我有饲虾虾要大只伊会安怎？会烫壳。每烫盖一盖会安怎？就大一点点对无？搁过一段时间，伊搁烫壳，伊会搁大一点点我嘛一年去2届绿岛啦去年5月去的时阵应该是10月啦第2届去的时阵迄当地迄师母说牧师坐飞机时间搁有1点钟啦我开车恁安尼绿岛安尼踅一阵啦走马看花安尼其中老的迄个叫做白沙
湾啊吼，毋是白沙湾，去遐物啊袂记啊。迄个所在伊讲啊，牧师，遮真水吼，逐个吼，迄网红拍照的所在，恁落车小看者，停留差不多10外分钟，啊，行去迄个沙滩的所在吼，拢是珊瑚的迄壳啊，吼，迄沙滩毋是幼咪咪哦，足大粒的安，但贴起拢是贝壳类的啦吼，啊嘛有珊瑚安尼。其中我看到一个物件会叮当呢，迄石头哪会叮当？毋是啦，其实是啥物？你叮当你敢知？你哪会知？你有去哦？寄居蟹安尼，看到我已经哇安尼揪过，啊我就无叮当，啊伊就骹软出来，啊搁紧伊走，伊就走去海，要走去海去安尼吼。啊寄居蟹大家嘛知对毋对？寄居蟹伊为虾米要换壳？大只。哦，大只对无？迄个所在袂大个，爱找一个较大个，去来软入去，啊，搁继续搁安尼找只，啊，搁大长起来时阵，大只时阵，啊，搁去找新的壳。不管是虾啊，还是这个寄居蟹，拢共款，对毋对？像你即我毋知咱过去2024年，啊，咱即马进到2025年，啊，咱要褪壳无？啊，要换壳无？需要褪壳无？还是免褪壳，免换壳，还是有需要？大家感觉你有需要无需要？大家感觉讲免啊，我穿衫水就好啊。好，兄弟姐妹，我拄仔讲要成长，一定有食物件啦，对无？吼，啊，一般人讲啊，伊毋是一般人啦，外国迄英文老师是毋是即句话讲 ，You are what you eat， 有安尼讲无？你是啥物款人就讲，你食啥物你就变啥物款人啦，哦。以肉体来讲，咱的心理吼，你食啥物，你会着病，啊，就你的营养，吼，啊，你的健康，你的臃肿，啊，属灵嘛共款咧，吼，所以呢，兄弟姊妹，如果你仰望咧新的2025年，咱会当成长，咱会当成熟，咱会当大汉大长，咱就必须爱食物件，吼，不只讲咱每礼拜中元节，咱为咱。哦，有服侍兄弟姊妹练习刷辛苦，备办便当，也是咱家己煮了后去食下昼。哦，食完就免食吗？下暗爱搁食无？爱嘛吼，较欠的人无讲一工食2顿就好啦。搁较欠的人讲一工食1顿，嘛是爱食。敢会讲规年通你拢免食物件？会安那？会枵死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的肉体有需要，咱的心灵检查有需要无需要？吼，所以咱今日通过这段经文，咱来思想，上帝对咱的旨意讲，咱爱合作来成长。吼，咱每个人会当成长，无毋对，但是咱是基督的信仰的团体。所以保罗咧这段经文头前第1节甲第10节，伊考劝兄弟姊妹爱同心。合作，吼，啊！咧这11节甲16节迄个所在，伊讲不止安尼啊，咱来渐渐愈来愈有满有基督成长的身躯，哦，这是伫即个17节进前，保罗安尼咧迄个第1节甲11节啊，第10节、11节甲16节，甲希有所教会兄弟姊妹所勉励。所以咱今年的头一日的礼拜，咱。是毋是有安尼的一个决志、仰望哦？国语叫做自我期许。咱会当伫这新的一年，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哦，会当信仰愈来愈成熟，咱会当更加来追求来成长。我会记我做囡仔的时阵吼，足想要紧变大人，足想要大汉呢，足想要去较悬一个啊！定定会去阮兜吼壁吼，会去量一下吼，啊画一个记号，啊即马几公分啦，吼。做囡仔拢会安尼仰望讲，紧做大人啦，吼。检查咱即马迄间6箍啊吼，无需要搁遮样遐紧老吼。但是咱的内心会当一工搁心思一工，吼，咱的心灵会当愈来愈巴足，吼。所以呢，吼，保罗咧即段经文的头前啊。伊讲啊，咱行事为人啊，吼，
就爱甲咱所受的好调呢，就是咱所蒙的即个上帝互咱的恩典呢，三符合。伊讲到7个方面，第一啦，就是望伫这合作当中，兄弟姊妹的做伙当中，会当大家拢是谦卑学习耶稣基督伊的即个美好的榜样。第二就是温柔，第三就是有疼心，第四就是宽容，第五就是和平，啊，搁一个忍耐啦，我讲绕口去啦第七就是合一。我讲一遍保罗望讲伫即个教会当中，兄弟姊妹大家安怎互相徛起？第一谦卑，第二温柔，第三忍耐，第四疼心，第五宽容，第六和平，第七合一，所以呢，伊讲咱安尼每个人拢有共同无共款的恩赐，咱会当互相各尽各职，咱大家呢伫这个教会当中呢，共同来建立咱的这个教会的身躯，就是咱正人兄弟姊妹，因为咱会当成长，掠耶稣基督做头，咱大家有一个心志，会当哪来哪明白咱的上帝，会当同归为一，会当咱每个人愈来愈成长，咧上帝听当中呢，共同大家来建立咱家己，嘛建立这个身体，荣光主伊的名。这是呢段经文的头前，保罗所讲的。所以第一个，上帝对咱的心意是安尼第二呢，遮拢有啦，我拄仔拢无过用出来，大家安尼有看啦第二就是我拄仔讲，所以遮下骹呢，保罗咯，嘛望讲咱会当伫这新的一年通过这段经文，咱互相来勉励，会当来明白上帝爱咱的旨意，就是讲咱毋通阁有未信主进前的性情甲生活，有人信主以后，伊的生命就完全变化，我较早敢若讲过一个例啦，一个兄弟足爱食薰的每一工就是足自然薰就摕起啊，迄就拍落去，啊就安尼剥一支撕一个安尼，一工毋是食一支薰是食2包薰食到即种程度的阵有人叫伊莫食薰，讲这饭后一根烟快活是神仙安尼就是安尼一直剥。但是上帝就是找到伊伊的经历，伊安怎会信主，就是迄个经历以后我内容莫讲，伊过长工早起习惯性要举薰要剥的时阵，头一喙伊就头晕要吐安尼从此伊就无阁食薰迄个兄弟到即摆拢无阁食薰即种生命的改变是完全的改变。但是有人呢，伊的习惯可能你虽然是受洗礼信主以后，你的歹习惯嘛继续，你的歹想法嘛继续，你的歹行为嘛你继续，你无真侪改变。有人想要改变，但是伊无法度改变。我顶下有讲过一个食毒的兄弟，伊想要改变，但是伊嘛无法度改变。最后安尼进出出，就是无法度改。这是两款无同款的即种对比啦。但是咱今日即段经文，所以保罗甲咱讲咱莫阁有过去迄种未信主进前的性情甲生活，毋通亲像外邦人安尼咧生活。遮讲到一寡讲因为因无知硬心思黑暗，直到思想空洞甲上帝所赐的活命极端因失去连体的心进前放纵做逐款污秽的代志。这毋是迄外邦人安尼咧做尔。咱信主的人有当时咱有共款有一寡歹的心思歹的念头，咱有当时嘛会把一寡歹的话讲出来，有当时做一寡歹的代志、无好的代志兼且有人是别人无看见，别人毋知影，但是咱家己国语叫做家己心知肚明所以今日念咪有一个主餐，会当阁有安尼稳定，念咪咱嘛会当
求主会当来光照咱，所以今日这段经文，保罗安尼考劝咱不管过去2024年，还是搁较早进前过去的人生内底，咱是安怎咧跑走咱的路程，还是讲咱自从有信仰以后，咱是信仰的脚车是安怎咧行的？咱今日已经是新的一年，今日毋是元旦1月1号呢，今日是1月5号安尼，日子才过了真紧呢。我记得顶礼拜，才准备要跨年呢，对吼，啊，跨年今日过5天啊呢，目睭呢无念，今日搁念要2月去啊。你有感觉讲咱年岁愈来愈老的阵时间敢若时间敢若走比较早较紧，干嘛呢？有感觉了，我实在是感觉呢，有当时我真侪付款拢是扣款，但是手机这是爱我无特别去扣款，我拢安尼每个月去缴，去水源边仔有一个中华电信去缴钱。我更加安尼伊9月行去迄个所在，我惊我会记得顶礼拜甲缴钱呢，即摆你缴，其实搁1个月啊，账单寄来就1个月缴钱啊。但是我更加行即条路的时阵，感觉讲，敢若顶礼拜才缴尔呢。兄弟姊妹，今日虽然是1月5号啊，无定着咱目睭一年，今日已经12月30号啊。所以今日即段经文甲咱勉励伊讲咱并毋是安尼咧学习基督的人伊讲恁应该恁就是咱应该有听到伊的代志，有对伊学习，因为伫耶稣才有真理。耶稣伊家己讲伊就是真理嘛，对无？伊是道路，伊是生命。咱如果向这个世界去学习，咱学到是世界的观念，世界的思维，世界的行为，世界价值观。如果咱来思想耶稣基督，来明白上帝的话，来读圣经，安尼咱所思想的，就是天国；咱所行为的，就是主望咱会当活出来的形象。所以呢，我拄仔讲，咧这段经文头前，保罗甲咱勉励咱拄仔所思想的迄7点，咱是毋是会当来甲活出来？耶稣伊要开始传福音进前，不只受洗礼，伊嘛受试探。撒旦魔鬼呢来试探，3个试探。第一个试探，耶稣就安尼回答，伊讲咱人活着毋是干那独靠什么，对毋对？伊是讲咱靠什么？咱爱靠上帝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咱人伫个世间咧徛起生活有活命，毋是干那讲咱爱追求工课，来追求安尼的生活，追求咱肉体的需要，所以有一个俗语话讲开门7件代志，啥物？盐米茶啥物醋，柴盐油米酱醋茶，逐工就安尼无拍拼，要哪有3顿呢？咱即马每个人嘛是爱拍拼，无毋对啦但是咱爱思想者，咱人活着，咱嘛有心灵的需要。我毋知兄弟姊妹，你不管你有钱无钱，你生活过了好歹，我要问的是讲，你的心灵敢有得到饱足？有一寡真有钱的人当伊失去健康的时阵，伊有真好的事业的时阵，伊最后所想的是啥物？会当返到厝甲厝的人斗阵迄才是安怎？迄才是幸福。我顶下讲一个对无？一个大头家咧台湾咧拍拼，伫美国白种，伊讲看出去是哇，青翠的草坡，有一个湖真水，有人食天鹅会飞来呢。但是房间足济拢无人咧住，住喺迄个遮尔大迄个白种内底感觉安怎？欢喜快乐吗？感觉足虚伪的。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向耶稣要学习的是啥物？耶稣甲咱教示的是啥物？耶稣讲咱爱成就上帝国，甲伊的义。咱所一切上帝拢知影，伊爱为咱陪伴。
咱的优先顺序是啥物？所以呢，今年头一年一个第一个礼拜，咱来思想一下，咱伫即一年咱要安怎生活？咱要来追求啥物？吼，你有啥物款的需要调整啊无？咱家己问家己一下吼。啊，有啥物款的需要改变啊？咱需要褪去啥物？咱需要穿去啥物呢？吼，今日这段经文的第三方面啦，吼，第三方面，伊讲安尼啊，哦，安尼啥物？着脱离以前的生活，吼，褪去旧的人，因为旧的人受私欲的威胁，在败坏，吼。恁的心思意念着完全换新，吼，就是着请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新人，用根据真理所产生的公义甲圣洁表现出来。所以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第三方面，你这新的一年，咱是毋是愿意咱的心智，会当安尼改换一新，来忘记过去的背后，不管是好啊歹，伊拢已经过去啊，你无法度去追回。咱只有就是努力来咱面前的路程，毋是明仔载，毋是后日，就是今日。好啊，活咧今日，咱今日过去，明仔日就变成今日，珍惜现在，追求每一天有一个方向，今日这段经文甲咱勉励，咱着要脱离以前的生活，所以咱念呢要通过这个主餐的时阵，咱会当来思想，兄弟姊妹，咱过去有啥物款无好的所在，无论是内底还是外面的，还是咱嘴所讲的，愿主会当甲咱改换一新，就亲像我拄仔讲，虾啊，伊为虾物爱褪壳？伊无褪壳，伊就袂大长，袂大只。无定伊会安怎？会安尼受咧壳安尼伊会受骗逼死。寄居蟹嘛共款咧。上帝伫圣经甲咱讲，咱伫这世间是啥物？是寄居的呢。咱伫世间，咱嘛是寄居蟹呢。咱毋通一直干那住迄间厝安尼就好啦。咱即个外在要安怎会当换新，互咱会当成长呢？所以呢，遮甲咱讲啊，咱爱褪去迄个旧的，爱穿去新的。即个新的伊讲啊，咱的心思意念着完全换新啊。生命的本质，如果咱无改变，咱入即个字嘛无路用呢。每年你跨年的时阵无论是你外口这102台北市政府是啥物所在，你跨年，还是讲来到咱花园堂顶礼拜我有劝兄弟姊妹来，但是敢若无看到兄弟姊妹参加跨年无论如何啦，不管有来无来拢共款就算讲有来有跨年有日子的，如果伊的生命的本质无改变，迄种日子，甲年底咱去回想的时阵拢共款。我嘛牧养一个叫做协和祝祷会，迄是拜四咧聚会。因每年有做一件代志，拢送互每一个兄弟姊妹一个卡片。思前有写无？伊就咧协和啦。写讲你明年希望今年过到年底的时阵你会当有起啥物款的期望写你家己的期望要写进前，伊会收到旧年你家己写迄张批迄个会长会保留规年烫天甲年底的时阵分落大家讲你旧年写的你拍开看卖你甲年底你敢有完成你的日子？你有完成无？过程中今年佫写明年的啦今年写到年底你会看啦咱检查咱台语堂无出镜，无安尼做，但是我毋知咱每个人进入这新的一年，你敢有一个期望？我毋知你有期望啥物
但是我拄仔讲，如果咱的本质无改变，拢是无路用的。吼，咱在咱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咱是毋是愿意不断来建立，吼，来培养，不断来更新，亲像细只虾啊，大只龙虾，还是寄居蟹拢共款，吼。啊，兄弟姊妹，咱伫即个罗马书12章第1节遐嘛有甲咱讲啊，吼，保罗嘛是共款来劝罗马教会兄弟姊妹，咱爱甲咱吼，即个人吼献互上帝，吼，不只献互上帝，咱常常来思想，啥物是上帝伊宣传善良美好的旨意呢？如果咱无来读上帝话语，咱要哪会了解伊的旨意呢？吼，所以呢。今日上尾仔食讲啊，讲就照着上帝形象创造的新人，吼，这是根据吼真理所产生的公义甲性格表现吼出来，吼。这个穿啊，我拄仔讲是敢若外在啦，吼，我出门的时阵无穿西装啦，我是穿外套，吼，穿外套，啊，穿来到教会呢。脱去迄个外套，如果我穿迄个外套来，今日做礼拜主持，大家牧师你今日哪会无穿西装？所以我脱去迄个外套，穿上即个西装，不止安尼，佫拍内裤带咧。但是我要转去，我就无安尼穿啊，内裤带放起来穿外套。哦，因为西装无法度安尼逐工洗啦吼。穿我拄仔讲，这是外在，但是吼，这是。重点是为内在吼所产生的影响，吼所产生。因为箴言有一句话讲啊，你爱保守你的心嘛，赢过保守一切。因为咱这个人一世人的果效啊，是对咱的心内底发出来，吼。所以呢，改变爱对啥物开始，毋是对外在这换衫换来换去啊。是爱对咱的内心开始换起，吼，开始换起。第一个新的一年，耶稣嘛有讲过一个比例啊，新酒爱有新啥物？新皮啥物？皮袋啊，吼，新酒爱用新皮袋啊来装啊，若无啊，哦，迄个旧皮袋啊会变化去呢，吼，你敢知影这道理？免阁解说啦，吼。所以呢。咱是毋是在新的一年，咱兄弟姊妹，咱有新的思维啊？咱即摆毋是活咧2024年啊，咱已经活咧啥物年代？2025年啊呢？人美国的总统要换人啊，敢毋对？咱有新的日子，望咱嘛当有新的生活，吼。所以呢，保罗嘛有写过伊的批信内底有一句话讲啊，咱来披戴啥物？基督，吼，伊嘛有讲啊，咱爱以耶稣基督的心安怎做心，吼，所以咱共同来勉励啦，吼，勉励，常常来咱提醒家己啊，咱是啥物款人？咱每个人兄弟姊妹，咱拢是上帝所爱的儿女。我拄仔讲啊，我佫开始今年带一个新的叫做恩光祝祷会，哦，写好是拜4，恩光是拜5，哦，就是昨日啦，哦，因其中一个兄弟，你家己分享讲，伊的灵修的生活内底，伊分享到讲啊，哦，伊常常提醒家己啊，因为伊办公室上班的时阵啊，一寡同事讲话啊，会讲一寡有诶无诶啊，讲一寡啥物啊黄色笑啊，是讲歹诶话啦，伊就想讲啊，我是要甲因安怎应啦吼。伊就思想伊过去安怎咧甲啦同事应对进退，但是伊提醒家己讲啊，我袂当阁继续安尼啊。伊讲啊，提醒家己讲，我是王子，伊讲我是王子啦，吼，伊是国王的囝吼，伊讲伊是上帝的囝，伊是基督徒，伊袂使阁用安尼啊！伊讲黄色笑脸，甲安尼回应，还是讲一寡无好诶话，迄人讲了做了歹，伊阁要用安尼以恶报恶，伊讲袂使，伊讲爱思想。我安怎去爱甲人兄弟，甲因的同事去互相款待，伊有安尼家己的一个反思，提醒家己，勉励家己。伫这新的一年，伊望讲会当活出基督，
活出基督。所以呢，脱去旧人就是脱去迄个无下属的，今日经文甲咱讲，莫阁亲像外邦人啊，莫阁亲像外邦人啊，咱今日的经文甲讲，穿起下属的，即个下属的是讲有真理的灵义，甲圣洁，所以兄弟姐妹，我毋知影今年你有安尼一个愿望讲会当来脱胎换骨吗？只要有即4点，咱大家共同来互相鼓励，互相安尼来共同来跑走这新的一年。我相信咱每个兄弟姐妹，咱一定会当搁较成长，搁较成熟。只要咱有啥物，咱有决心，不只有决心啦，咱一定爱有迄个意志。你若无意志，干若决心无效。你有意志有决心，嘛无一定有效。如果你无行动，嘛是无效。你有决心有意志，你有行动嘛无一定有效。最后一定要加上啥物？毅力。你今日有决心，你有意志有行动，明仔载无啊啦。叫做安怎？虎头鸟鼠尾，敢毋是？咱每一年毋是2工呢，每一年有365工呢。你也有决心、有意志、有行动，你第365工你无毅力叫做国语叫做功亏啥物？一篑。所以兄弟姊妹，咱今日遮新年头啦，无要紧，后过咱阁有农历年的新一年啦。所以咱华人上着咱两个美好的运典呢会当过2个新年啊。所以咱检查咱即个国历的即新年啊，无好啊翘条农历还佫有机会，但是咱嘛莫讲一定安尼一直咧重复啦。咱一届就好，伫这新的一年开始，咱有即个决心，咱有即个意志，咱有即个行动，咱有即个毅力，咱会当来安尼期望家己会当脱胎换骨，真做一个新的人。我毋知影你有期待安尼改变无？我会记得一届听着信义兄甲毛毛虫讲做啥物气膜糖我即个讲对毋对？气膜糖最后会变做蝴蝶，无定着呢。有一种气膜糖变做叶仔呢。你希望变做叶仔，还是变做蝴蝶？蝴蝶较水嘛，对吧？蝴蝶会飞，叶仔嘛会飞，但是大家拢足讨厌叶仔，大家拢足意爱蝴蝶的。兄弟姊妹，你愿望你家己变做叶仔，还是蝴蝶，还是继续做一只气膜糖，互鸟仔甲你夺去？蝴蝶嘛，互鸟仔夺去啦兄弟姊妹，咱共同来勉励啦，不管过去是安怎圣经甲咱讲啊，拄仔李老师基督嘛有讲过咱只要咧耶稣基督内底，咱就是啥物款的人？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拢会过去，一切拢是啥物？新的。但是问题是，咱家己问家己，咱敢真正是伫耶稣基督内面吗？咱敢真正是一个新创造的人吗？咱敢真正是过去已经过去啊？最后要讲，以赛亚书有一句话啊，伊讲上帝听咱赦免咱的罪过，已经甲咱的罪过投入深海。咱敢知影地球深海上深的啥物所在？偌深偌长？马里亚海沟。嘛有人做一个比例啊，迄水啊，敢若讲亲像人咧放风吹迄个水敢若风吹啦你一个手一直用迄条绳安尼掠条条啊，迄个风吹你不管放偌远，伊原甲你有关联，敢毋对？因为通过迄条绳甲你有关联。但是迄个水，如果用安尼做比例，你要安怎甲迄个水无关联？真简单，安怎？做一个动作就好，免剪断啦，放手就好啊，敢毋是？
但是咱的做歌是毋是有当时啊，就敢咧放风吹共款，虽然伊个放远去，但是你搁掠条条。啊，有当时啊，你讲啊，我已经投咧海去啊，咱即马海的粪扫足侪，你敢知影？全世界，你讲迄粪扫那偌济啦，尤其风台一来安怎？你去海边啊看啥物？全啥物？全浮木，佫诚好咧。除了浮木，比浮木较济的是啥物？粪扫，迄拢是人类所创造的。所以有当时啊吼，咱要弹去的迄无好的物件吼，一个患难来，一个试验来，会佫转来你的身躯顶。你敢有安尼亲身的经历？现是要你仰望讲，遐粪扫莫佫转来啊，迄罪官莫佫转来啊。咱三个阿当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带领着阮众兄弟姊妹，不止保守着阮，赏赐互阮有过去美好的一年。虽然过去嘛是有啥无顺遂的日子，总是主你看顾着阮众兄弟姊妹平安经过一年，也赏赐互阮遮尔啊美好的一个新的一年，2025年。但愿主通过今日你的话语，互阮会当来明白主你对阮的心意，互阮众兄弟姊妹会当在主的内面，我会当大家同心合作，共同来勉励，共同来成长，共同来追求更较深来认捌主，认捌主你的公义，认捌主你的仁爱，认捌主你的圣洁。互阮会当有你的形象，求主你互阮会当明白你对阮的心意，你嘛仰望阮会当脱去迄个无适合主你所赏赐互阮的即个上帝国子民的即个形象，也是行为。愿你阮会当无搁亲像外邦人共款安尼咧生活，也愿主你赏赐互阮有气力，会当来有即个决心、立志、甲行动、甲毅力，撑起新的人，照着你真理的灵义甲圣洁，活出你美好的形象。愿主你赐互阮兄弟姊妹这新的一年，除去旧的，来布置新的，忘记背后，来努力面前。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来享受着新的美好的每一天，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带领，有你的同行，享受着主你所赏赐互阮美好的人生，有平安，有喜乐。这是阮向你的恳求甲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